还没知足了，没做不没我们做就我们知足，忘记做了只有下领的，原来那只有做只能不了对了字了。耶稣只能不了对了字，路上都要哪来？路上都要只有做叫门家手能可领的了。宝宝，宝宝啊，扔那耶稣家来不吃啊？不吃了。我讲到你点说还讲谈了，忘了姑嘛还没跟工人的碰到有还中国装个被叫他打了，路他打了那不吃了啊？我讲没真是吃，才知道打不？跟人主耶稣要打了，耶稣这么招手能够你了。原来嘛忘了工人的碰到，让出被人能够被嘛还讲，到好多主国那个主他动作忘记了去了。那现在能够不知道嘛来讲，第西方去做给路，你们不带着呢，要你自己做给道路多次讲的例子，忘记再说的能眼睛当没忘记，忘记说但眼睛了，但是搞真正，大人能说能讲对他有那么直接肯定是种毛那么搞环境哈，不要，能讲对真正的人眼睛那没环境了不要，我忘了过单讲来嘛没真正，是啊。那么不还做举手都能考虑，那么我二都跟人，那么跟人的跟人有做给啥？跟人有做给啥？有三嘛有人知道认真了嘞不要？不要，我二都跟人，还哪有跟人？我去做路。本土个团员干嘛了？古山情况去做龙江进来这个，那没知道呀？认噻？多了，团员干嘛了？姑娘在碰到。